各位同学、好朋友，大家好。这回咧要来甲大家报告甲讨论的是一篇上深的文章哦。伊是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的张凯如老师所发表的，伫上新的2025年吼，伫伊这本国际期刊叫做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就是灾害风险降低国际期刊所以伊原本的是英文的，是伫这本期刊的第117回内面所刊登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 Are they psychologically prepared? Examine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for disasters among frontline civil servants in Taiwan。翻译到咱台语就是应敢心理上准备好来去检验心理的准备伫这个灾害面对的过程当中伫遮呢是关注到台湾基层的公务人员，所以咱简单讲，这篇文章要来探讨的是灾害管理当中的心理准备的这个部分。伫遮呢研究的对象是咱台湾第一线的公务人员咯。好，咱所以今仔日要来大家探讨这篇上新的一篇文章来介绍这篇真重要的研究。这是一篇咧探讨，像咱拄则讲的，台湾的基层公务人员伫灾害管理当中心理准备的程度的研究。这篇研究特别针对着造水灾甲地动这两项自然灾害来去探讨着心理的准备这项关键的因素咱做伙来去讨论。头台先第一个，咱先来介绍伊的研究的背景甲重要性。咱先来讲看卖为什么这个研究会真重要？第一个因为伊上新嘛，所以呢，大家来讨论。2025年的第一篇呢，开春第一篇的研究过来就是随着这个气候的变迁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甲强度也是一直咧增加啦。就亲像咱最近拢看到美国的这个洛杉矶嘛，大火烧甲是真严重所以全球各地地方政府伫灾害管理当中是承受了更加大的压力尤其是咱的基层的公务人员，尤其是区公所的行政人员因为因这寡基层的行政人员往往拢是灾害应对的第一线的角色，所以因不但要去负责日常的行政的工作，还要承担应急管理甲社区协调的重责大任嘛。所以像我有咧上课嘛，参这个要考一般民警的同学一般民警的这个工课有人来问其中就是要来处理这个灾害预防甲灾害处理所以因这寡民警的人员拢真辛苦，有风台来的时阵拢爱去区公所来等看有啥物款的指示。好，咱这篇研究有两个重要的面向第一个就是针对着过去咧研究台湾的危机管理研究的契机的所在就是过去的灾害的研究大部分拢咧讨论物理准备的面向，就亲像要安怎定防灾的计划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对人员心理准备的讨论过去是较无咧讨论这个面向。第二个研究的重要性是，伊去发觉讲基层角色的特殊性，就是基层公务人员不但要去执行政策，阁要来回应民众的需求，所以基层的公务人员是真重要。咱伫行政学甲公共政策拢有讲到这个 street level bureaucracy 基层的公务人员，因是这个真重要的角色，所以因的心理的状态会直接来去影响到因伫灾害应对的效率甲表现。第二个，咱要来讨论是这篇文章的研究的目的甲核心的问题。这篇研究提出了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是台湾基层公务人员伫造水灾甲地动这两项灾害内面的心理准备的程度有偌悬。第二个问题是对一项因素会去真明显，会去真显著的提升这寡人员的心理准备。为着要来回答这两个问题，这篇文章嘛有用量化的方式来去做讨论，所以有推出一寡假设。第一个假设就是风险的认知伊假设讲更加
悬的灾害关注度甲减低的严重性啊，会去降低心理的准备。第二个是自我效能感，伫灾害管理的工课内面，自信心愈悬，心理准备嘛愈悬啊，这是伊个解释。过来第三个是社区的能力，对社区防灾能力的信任愈悬，心理准备嘛愈悬。最后是对政府的信任，对地方政府甲应急机构的信任愈悬，心理准备嘛愈悬。你若是有看过咱社会科学的研究，大概就知影讲，若是量化的研究啊，大部分拢会提出这个假设，直接呢用量化的方式来去看卖即寡设定呢，敢有符合咱原本所想的，所以咱拄则讲的就是这篇文章的这个假设。过来，伊用什么款的研究方法甲调查的设计呢？伊是用这个问卷调查法，针对台湾6个直辖市这个157个区公所做调查，拢总收到转来926份的有效的回应。这个调查的设计包括着以下几个面向这可能你若是毋是这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可能听起来较无聊。第一个就是伊的这个易变项就包括着心理准备程度针对水灾甲地震。自变项的是风险的认知、自我效能感、社区能力甲对政府的信任。控制变项的是这个性别、教育程度甲敢有受到心理准备的训练等等你若是毋是要做社会科学研究，这就听听就好。但是呢，是甲大家报告啦，因为我这篇是用咱伫研究所是伫大学咧讨论期刊文章的方法来去写我的这篇会使讲讨论的物件就对啊。好，咱上重要物件来咯，就是这篇研究伊有啥物款的发现，甲伊的啥物款的分析的心得咧。第一个就是心理准备的比较根据伊的分析，公务人员对做水灾的心理准备是比地震搁较悬的哦。为啥咧？可能伊咧用是因为这个做水灾比地震搁较有法度来去这个预测。所以咧，咱知影讲风台来可能要做水灾，但是地震什么时阵要来毋知影嘛。所以公务人员伫心理准备的表现内面会使发觉讲公务人员对做水灾是较有把握、较有信心的。第二个发现呢，是影响到心理准备的有啥物款的因素咧？第一个是自我效能感是上显著的正向的影响的因素，就是你的自我效能感愈强你的心理准备嘛会愈强，所以灾害管理工课自信心会使来去提升心理的准备。第二个是对政府的信任，是信任区公所的灾害管理能力，甲警察消防单位的应急的能力，安尼对心理准备嘛有这个真显著的提升的作用。所以若是信任区公所信任咱的警察甲消防单位，安尼咱即寡受到调查的公务人员，伊嘛表现出搁较悬的心理的准备。过来就是敢有受到心理准备的训练，若是有受过训练的公务人员，因的心理准备是真明显，比迄寡无受过训练的人搁较悬。过来是风险的认知对灾害关注的程度其实咧影响无大，但是呢减低灾害严重性对心理准备有一淡薄仔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呢，无讲介明显，但是有淡薄仔负面的影响。你讲哪会安尼？我嘛过去看两届，你就是讲假使讲你对这个灾害严重性是减低较敏感的，你就会想讲哇，这灾害拢遮严重我到底敢有法度来去准备所以你若是把这个代志看较愈严重家己吓惊家己你的心理准备就有这个较无遐强的状况就是家己惊家己的这个状况，你会使安尼去想较详细你会使登去这篇文章来看好焦点。最后就是性别甲教育程度，伫这篇文章的发觉内面伊讲男性查甫的
甲教育程度较低公务人员心理准备的分数较悬。伊分析可能是甲风险感知甲角色的期望有关啊。为啥呢？就大家就想讲若出代志，查甫的应该出来担，所以查甫的这个心理准备程度可能较悬啊。另外一个就是教育程度较低啊，教育程度较低，就毋知影讲这灾害是偌严重嘛？讲，会使安尼讲啦，所以就讲会使啦，因为毋知嘛咱头前讲着这个风险的认知啊，就是讲你若是知影愈多，你就愈紧张嘛，愈紧张你就感觉讲你拢无准备好啊。踮遮教育程度较低，就无准备，伊就毋知影这啥物叫做灾害嘛，所以就好啦，会使处理啊。所以伊的表现出来心理准备的程度是搁较悬的，嘛真趣味。最后，伊是政策的甲实务的建议啊，伊有几项的这个建议。第一个就是爱去提升自我效能感，因为推广这个专业化的灾害管理的训练啊，特别是针对地动这款无法度去预的灾害是真重要的，来去增加着人员的心理准备。心理准备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你心理有准备好，灾害来的时阵你就会使有法度有条有理的来去应对你袂讲安尼熊灾害来咯煞毋知影要安怎处理安尼就无法度发挥因作为行政人员伫这个应急的应变内面所应该爱有的这个表现。所以第一个伊建议爱去提升自我效能感。第二个就是爱增加基层的信任，因为若是因愈信任基层的政府、基层的警察甲消防机关，因的心理准备程度嘛会提升，所以因应该去改善区公所的资源甲程序增加基层公务人员对灾害管理的信任感。第三个，伊主张爱去推广心理准备的训练标准化的心理的训练的课程会使甲伊放入公务人员的教育体系内面，这可能对这个公务人员因听到这就真突然已经有足侪课要上搁要来上这，但是伊的研究就发觉讲有受过训练的公务人员，伊伫心理准备的表现是搁较好的。好反正这就是学者咧写的嘛，你就听看卖就好第四个就是爱调整教育宣导的策略。针对着较悬的教育程度公务人员，会使推广简单实用的风险的应对的工具来去这个减少因为过度的分析所带来的心理的压力。拄则有讲嘛，你教育程度较低，你就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你就感觉讲你拢真有自信。教育程度较悬的颠倒是因为惊这惊迄所以变做是真无信心所以因遮就讲应该针对遮教育程度较悬的公务人员，莫阁甲因害惊啦推广实用的这个风险应对的工具较实在啦，毋免阁甲因讲这灾害有偌严重，应该已经惊到这个皮喘咯。好，这是第四个调整教育宣导的策略。这篇文章的贡献甲这个现在就是讲因是真少来去探讨着公务人员，尤其是基层的公务人员心理准备的一个实证的数据伫遮呢去发觉讲自我效能感甲这个基层的信任有关键的作用。但是这篇文章伊敢若对6个直辖市来去做研究，所以其他的县市呢就无伫这篇研究内面，所以伊嘛建议未来会使去做其他县市的研究，伫遮呢有法度进一步来去做跨国的比较。好，所以呢，咱就这项研究无讲介困难会使清楚的来了解到讲基层公务人员的心理准备是灾害应对真重要一个环节提升这寡基层公务人员的自信心。加强对基层的政府的信任，阁有推广专业的训练，会使真有效的来去提升因的心理准备的程度。以上就是针对这篇文章上新的一篇，咱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希望甲大家补充伫咱的公共管理内面，拢讲到危机的管理。危机的管理过去咱确实是拢较正咧讨论着，包括着这个计划安怎做
这个建设要安怎做，但是对人员的心理的部分啊，是较罕伫咧讨论。这篇文章咧，伊的结答，我想啊，上大贡献的是伫人员的心理的面上啊，来去做相关的讨论甲分析。好，咱这回啊就到这，希望有帮助，大家也更加了解到这篇研究，嘛会使来去激发大家思考，甲如何甲这篇研究的成果应用到咱政府灾害管理甲公共政策的实际状况内面啊。咱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嘛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加油，台湾人万岁！咱后一回再个继续来参大家讨论其他真好的学者的研究成果。用心抓着公益的大旗，台湾人民大胜利。用心抓着公益的大旗，台湾人民大胜利。